立法院卫权委员会今仔嘛安排社会安全网的专案报告，卫生福利部部长许瑞元承认讲，社会安全网确实有空芳，嘛会失礼。伫会议开始进前朝野立委就吵吵闹闹，民进党的立委是要求讲，捌做过义务人民执行调解等事的国民党调集委员王玉美应该回避，要求爱换主席。集会咧等收养的查甫囡仔开，疑似互灵某虐待死亡，引起社会关心。立法院卫权委员会10月安排卫福部针对社会安全网进行专案检讨报告，暗过会议也无开始。民进党立委不满国民党籍调委王玉敏捌做立法人名当事，无符合利益回避，要求换主席。中央立委吵吵闹闹，双方抢麦克，各霸占发言台。应该回避审议及表决，所以我认为今天是不是这个王委员不适宜担任今天的这个主席？民进党党团跟咱的卫福部是在甩锅给县市政府，还有聚焦攻击王一鸣，这个已经是失焦了。民进党不要护航，我们要执行。因为卫福部长许瑞元空等40分钟，迟迟无法度上台。然后，民进党甲国民党第二党团总调郭建明、卜君奇拢出来进行协调，最后表决以反对7票、赞成6票，无通过换主席。一直到早起10点左右，卫福部长许瑞元才上台报告，也第一摆公开会示例。今天借这个机会，我要代表卫生福利部为这样子的缺陷，导致一条生命的事情，向家属和社会大众致歉。虐待囡仔案件引起民愤，不过卫福部一开始送到立法院的检讨报告说明只有2页文字，开会进前高更新补充加做5页，引起南北立委一直拢批评卫福部的书面报告真凊彩，最后委员会临时提案通过，退回卫福部的报告。记者综合报道。